各位聽眾你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我哋呢個 podcast 係喺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朝早推出。我哋嘅節目有3個環節，分別係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同空中花園。而家我哋有健康生活。各位聽眾早晨，而家又翻嚟我哋呢個健康生活呢個環節啦。係 Peter， 係早晨，早晨。我哋咧上次咧就講到，如果冇咗隻牙咧，我哋有講到有幾個唔同嘅 option。上次咧就講到第一個 option 咧就係呢個活動嘅假牙啦，第二個 option 咧就係話呢個做一個橋啦。咁今次咧我哋會講係植牙，即係英文叫 implant 啦。係 Peter， 你俾啲 information 我哋啦。implant 點樣咧？implant 咧就係當係算新啲咁多嘅方法啦，不過都有30年嘅歷史㗎啦。30年，30-40年嘅歷史㗎啦。哇，好似最近先普遍。而家普遍未必係3-4年，即係佢嗰個歷史咧就係咁耐。我爸爸80幾歲，佢80幾年嗰時都有咗呢隻 implant 㗎啦，做咗 implant， 所以係有30-40年嘅歷史。咁而家最近咧就普遍咗，因為價錢平咗好多。咁首先係點樣個 concept 係咩咧？concept 咧就話唔好掂其他啲牙啦，好多人唔中意車走咗隻牙啊嘛。咁車細咗隻牙就變咗箍，即係嗰個條 bridge 要車細咗隻牙，好蝕底啫，係咪？咁唔想，咁啲人話，咁活動假牙箍咗牙又唔掂，咁有乜方法咧？不如擺條釘中間啦，擺條釘去個牙床骨裏邊，咁轉條螺絲上去，咁轉咗條螺絲咧就落裝咁落裝，落咗裝之後上邊蓋加隻牙，咁 OK 咯。係喎，咁個 concept 係好好，因為到而家為止咧，嗰個 implant 嗰個 success rate 咧，20年個 long term study 咧95%，好高。咁咧所以俾你揀3樣嘢咧，一定係通常人會揀 implant。不過 implant 始終嚟講都係貴過你其他嗰2個 option。咁呢個 criteria 即係呢個資格啊，咩人先可以值得係即係有機會做呢個植牙㗎？實情好多人都可以做得。因為點咧？我最後生個病人有 implant 咧，20零歲，咁早就可以做。係啊，因為冇咗牙啊嘛。最老嘅咧80幾歲，咁咧就即係你講到底咧，即係有總之有骨咧就可以做多。所以我哋上次講下牙床骨嗰度問題咧，如果啲牙床骨縮到咁上下咧，有時 implant 都唔掂，不大多數冇呢個問題嘅。咁呢啲牙 implant， 呢啲牙床骨少咗咧，你咪短啲個螺絲咯。牙床骨多咪多啲長啲嘅螺絲咯。咁如果唔夠咧，咪多幾條螺絲咯，係咪？嗰啲螺絲係咩質地啊？螺絲即係用 titanium， 你叫咩中文係咩啊？鈦啊嘛。咁 titanium 嚟對身體嚟講就好 compatible 嘅，好似你嗰啲 hip joint 啊，人哋開膝頭哥啊、盤骨嗰啲 joint 嗰啲 implant 嗰啲嘢，全部都係 titanium 做嘅。Face shuttle 都係用嗰隻 titanium 做噶嘛，所以 titanium 嚟講就好硬好實。不過第一樣嘢記得咧，你去嗰條螺絲入咗牙床骨裏邊咧，係入牙床骨。你自己本身有隻牙咧，係牙床裏邊咧就會包住有啲 fibre 喺度嘅，所以個感覺就唔同咗。你嗰個螺絲咧，就永遠唔會有牙痛。我想問你啊，如果我真係決定想做呢個植牙呢個 implant 啊，過程係需要幾耐時間咧？如果你夠牙床骨夠多嘅，3個月時間搞掂。哇！需要3個月啊！如果快嗰啲，而家啲新嗰啲大概2個月可以搞得掂噶啦。咁第一步點啊？第一步就要開咗個牙床骨，入咗個轉條螺絲入去，冚埋翻去，等3個月、2個月、3個月時候，跟住咧就開做個手術仔，咁樣 open 佢，咁就可以加條螺絲上去，再整翻個 crown 上去。嗰個 period 大概3個月時間咯。咁嗰隻牙個質地咧，同 bridge 同埋活動假牙有冇唔同啊？bridge 一樣咯，同 bridge 一樣。bridge 一樣用瓷做咯，用翻做瓷係咯。嗱，如果仲有第二個 situation 係嗰啲人好耐冇咗牙嘅，咁我而家想做假牙啦，咁辦咧？因為佢牙床骨少咗啊嘛，佢唔夠牙床骨咧就要種骨啦。如果種骨嘅時候咧，你就要半年時候先可以種植牙上去，即係種咗骨等半年，植牙等3個月先再做個 crown。咁就大概嚟講有1年時間先搞得掂。講緊一隻牙。一隻牙。OK，咁你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不如我哋留翻下一次再講啊。究竟點樣種牙床骨啦？不如。OK。
嚟到社會透視嘅時間，我係 Cecil。咁美國總統今年1月換咗屆之後呢，呢一年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咧，關於身份證件嘅問題啦，就係因為移民執法嘅變嚴啦，咁移民種族嗰啲嘅居民同美國公民應該帶備咩證件啊，以防遇上移民執法嘅時候可以盡快脫身啦，證實自己嘅合法身份啦。咁基本上咧就係綠卡嘅一向都要規定帶咗起身噶啦，而家真係可能咧你唔帶要罰錢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其他身份嘅話，都要帶備晒其他嗰啲文件，就減少執法人員嘅調查時間啦。咁如果係美國公民嘅話咧，就要帶備啲公民證明，而最好嘅咧就係30蚊有效10年嗰個護照卡啦。如果未有嘅話咧，其他好過冇嘅證件就包括護照本啦、舊護照啦、出世紙啦，甚至 Medicare card 啦、地方政府或者大型公司嘅職員證咧，都係有作用嘅。總之最大嘅重點咧就係州政府發出嘅 Real ID 咧，對於證明你今日嘅合法身份咧就真係冇用嘅。咁不過對於啲冇口音嘅白人啊，仲係超過美國而家1半人口噶嘛，咁最近1年來佢哋就根本唔使擔心嘅。ICE 咧就根本就唔會截停佢哋啦。咁美國又從來冇法律要求話公民要隨身帶證件，咁佢哋自稱公民咧通常就得啦。咁不過就快咧，聯邦政府終於要騷擾到呢啲土生土長嘅美國公民啦。咁呢個就係 Real ID 嗰個問題啦。咁機場安檢個 TSA 咧就要求州嗰啲發證件要合乎 Real ID 規定嗰個嘅政策咧，今年5月咧就正式喺機場實施啦。原本就話咧，如果冇 Real ID 咧，就要接受一個加強嘅檢查同審查。咁咧同一向冇或者遺失咗證件嘅乘客咧，就一樣嗰個方法處理啦。咁所以咧冇 Real ID 嘅代價咧，就要你付出時間啦。咁不過咧，最近 TSA 就公布咗出年2月實施呢個新規定，就係如果你冇正確嘅證件咧，就要俾錢45蚊美金做一個背景審查，最好提早做啊添。每次有效咧就10日，咁即係話咧幾日來回嘅旅程啊，就俾一次錢可以啦，每個人18歲以上，長一啲嘅旅程咧，哇你真係可能要俾2次90蚊。咁當然啦，呢一種嘅收費就一定係國內飛行先適用啦，因為國際飛行你都冇可能冇呢個符合格嘅證件啦。咁而真正冇合格證件嘅人咧，幾乎就係一定係美國公民啦。咁美國人啊，幾乎冇可能就冇州嘅證件㗎，咁所以受到呢項未來新規定打擊嘅人咧，就梗係嗰啲仲未有州嗰個 Real ID 嘅人啦。呢個咁煩嘅背景審查咧，基本上就係要迫使呢一類人咧係的起心肝去搞 Real ID 啦，揾齊文件就去 DMV 做啦，幾廿蚊啫嘛。咁或者搞翻個10年嘅護照卡啦，如果第一次申請可能加埋都唔使100蚊啦。咁另外一個好諷刺嘅論點咧，就係你俾幾廿蚊去做背景審查咧，其實就好似好多行業咧，而家啲人入職要做同一樣嘅背景審查嘅。咁另外國土安全部 DHS 同運輸保安局 TSA 其實就已經設有咗幾個嘅 Trusted Traveller Program 可信旅客項目噶啦，每5年咧就大約要成100蚊嘅申請費啦。咁基本上都係背景審查嘅開支啫。咁合格啦就可以搭飛機嘅安檢，就行 pre-check 嗰條特別通道，入境嘅時候行 Global Entry 嗰條快隊，或者公路上咧就 Nexus 公路快線。咁總之咧 TSA 咁樣而家變相罰款咧，就係要嗰啲冇 Real ID 嘅人咧，你唔可以再太方便啦。而審查費咧，基本上就係加大力度所謂要 shame 嗰啲人咧去辦證件啦。各位聽眾早晨，阿 Tim、Jeff 牧師早晨，各位聽眾早晨，Megan Tim早晨，你哋好。各位聽眾大家好。上一集我哋提及到救主賜俾教會一個無限親切嘅信息，向佢哋表示救主對於佢哋嘅信心，希望佢哋能為永恆作成為得救嘅功夫。當時附帶住俾於每一個悔改嘅信徒嘅應許。救主喺啟示錄3章20節嗰度係咁講嘅：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的，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對於那些在鬥爭中向上帝保持信仰嘅人，先知約翰傳達咗一個稱讚同埋應許。耶穌話：我知道你嘅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給你敞開嘅門，係無人能關的。你既遵守我忍耐嘅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嘅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係啊，救主咧勸告信徒咁樣講：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來將要的衰微。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嘅冠冕。基督咧將教會為佢嘅緣故所要遭遇嘅磨難咧，都話俾佢哋聽。而嗰位咧就係宣稱自己為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裏一同有份嘅嗰位約翰。呢個魯曼嘅被流放嘅約翰，眺望到以後漫長世紀嘅黑暗同埋迷信，並睇出成群嘅人因愛真理而為道殉身，但佢亦都睇出嗰位支持佢早年見證人嘅主，決不會喺末期未嚟到之前所必須經過嘅幾個世紀嘅逼迫入邊丟棄佢嘅忠心信徒。救主係咁講嘅：你將要受嘅苦，你唔使怕。喺啟示錄書2章10節，救主再話：魔鬼要將你哋中間幾個人下到監裏，叫你哋被試煉，你哋必受困難，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嘅冠冕。約翰又聽到救主向一切與邪惡鬥爭嘅忠實信徒應許佢哋話：得勝的，我必將上帝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係啊，凡得勝嘅必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佢嘅名，且要咧在我父面前和我父嘅眾使者面前咧認佢嘅名。得勝嘅，我要賜俾佢喺我嘅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咧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約翰睇到上帝嘅憐憫、溫柔同埋慈愛，同埋上帝嘅聖潔、公義同埋能力係互相調和嘅。佢睇到罪人因自己嘅罪而懼怕嘅上帝，竟成為佢哋嘅父親。約翰又睇到喺大鬥爭結束之後，喺錫安山上邊有嗰啲得勝嘅人都企喺玻璃海上，拎住上帝嘅琴，唱摩西同埋羔羊嘅歌。係啊，約翰咧睇到救主以猶大支派中嘅獅子，同埋咧亦都係像被殺過嘅羔羊嘅姿態出現。呢啲標記咧都標誌住無窮嘅能力同埋捨己嘅大愛結合。所以凡拒絕上帝恩典嘅人咧，必須要懼怕呢個猶太支派嘅獅子；而順從咧同埋效忠嘅人咧，佢係見到咧佢係上帝嘅羔羊。嗰個向一切違反上帝律法嘅人表示恐怖同埋憤怒嘅火柱，喺嗰啲遵守佢誡命嘅人，卻係象徵住光明、憐憫同埋拯救。嗰個打擊悖逆嘅人嘅強有力嘅膀臂，必以大能拯救忠實嘅兒女。各位聽眾，今日嘅時間已經到啦，下次再見啦，拜拜。陽光大道嘅 podcast 係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嘅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可以分別喺 AWR 嘅各個管道收聽同 subscribe 訂閱，包括蘋果機嘅 podcast app、iTunes， 仲有 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我哋仲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撳 subscribe 訂閱。我哋仲設有 Facebook 專頁，你撳咗 like 即係讚，就可以每個禮拜睇到我哋最新一集節目嘅消息。呢個專頁嘅網址係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好，我哋下次再見。